们那时候有多元入学方案刚开始的时候，好，那个时候我是推荐甄试上高中的，所以我就会变成是我有大概半年的时间去学校打混摸鱼，不知道在干嘛，上课然后对就不读书嘛，然后因为不需要了，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没事干，我就跟我爸说，那我问他说，我说爸爸你不是会弹吉他吗？我说你要不要教我弹？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教我弹，然后他就说好啊，他要从家里的那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，忘了在什么地方，床底下还是什么地方，把拿出了一把很旧的一把吉他，那一把是什么时候的吉他？他说这个是你妈妈大学的时候的吉他，他就说哦，那我这样，我弹一次给你看，好，然后你要看清楚哦，因为他也不会教嘛，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那个《笑傲江湖》哦，他教他独孤九剑的那个时候，我现在耍一次给你看，你看清楚了。他又教我弹了4个和弦，无敌四和弦，对，无敌4和弦，对，无敌4和弦，然后刷一个，然后就这样子，他说，然后弹完之后，你会了吗？我说，应该会吧。然后说好，那我也只会这样了。我也只会这样了。后来我就好，然后我就问，然后后来我就自己把这把琴，不是这把，拿当初那把琴，对，妈妈大学的琴，到房间里面，我就自己玩很久，大概每天这样弹了半年，就发现我自己好像懂一点了，好像会弹了。